今日係電影《我們不是什麼》嘅首映場，不如我哋嚟聽聽觀眾嘅觀後感嚟。睇完個故事成個鋪排啦，原來係講緊即係人啦，係好渺小嘅。其實個心情係有啲沉重，雖然我係笑緊啦，佢中間穿插咗啲好得意嘅嘢，即係有啲好緊貼呢個即係而家時下嘅議題嘅。我覺得每個人咧應該係要懷住一個寬容嘅心啦，對人好啲啦，咁會避免咗好多唔好嘅事情發生。本身就冇太大嘅期待嘅，但係入咗去睇完之後，雖然好沉重啦，但係幾中意導演加插咗一少少黑色幽默啊，同埋好緊貼而家香港嘅議題啦。而且我都覺得呢個Anson Bean嘅演技好唔錯，好唔錯。6月19號入場睇《我們不是什麼》。6月19號入場睇《我們不是什麼》。6月19號入場睇《我們不是什麼》。6月19號，我們不是什麼，戲院見。想睇訪問、聽 talk show 緊貼多倫多文化圈，快啲 subscribe Ears Online 啊！